为了宣传台南优质的农特产，特别今年冬季，同款有真侪美食伴手会当推荐给大家。咱就是台南市今年有87项新产品通过难得极品的标准认证，所以其中委托伫知名杜家老师的指导，现场嘛使用后壁米、乌鱼子、甲布拉鱼等食材来制作寿司啊，并做下当地柳丁、柑仔米等等，看起来色地丰富个美味，真适合民众伫厝动手做，要互更较侪人来品尝台南的美食。所以我们的行销通路是全方位的，不只是局限于单一个国家。因此呢，我想说，对于许多农特产品，就是平常你有打基础，行销通路有拓展出去，这样子你将来更大的盛产期的时候，你就有更多的这个通路可以行销，不管在国内或国外，那你就不用怕单一个市场说它不进我们台湾的农产品。台南的冬季正适合品尝台南的柳丁、柑仔米、沙白鱼、甲乌鱼子等等，也有调理汤包、甲冲泡的茶饮，透过农业局难得极品的标准，除了安全检验有保障，嘛是要协助农民透过多元的通路，将优质的产品行销。台南新闻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。